又到咗今個星期嘅一周推介啦！想知道今個星期有啲乜嘢想短，大家千祈唔好眨眼啊！想睇蘇州、杭州醉人美景，華東5天豪華團帶你飽覽秀麗嘅湖光山色，暢遊西湖十景之一嘅花港觀魚，品嚐龍井香茶，欣賞秋天同鄉盛放菊花嘅花海，再去埋上海參觀上海世博中國館，每位只需1599蚊起。最近好多朋友去完日本都話正啦，睇嚟都要去東京走翻轉，振興一下日本嘅旅遊業啊嚇！東京吃喝玩樂5天團又翻嚟啦，全程玩盡2大樂園、富士急樂園同埋迪士尼樂園。想悠閒啲嘅話，仲可以喺蘆之湖浸溫泉，好舒服㗎。適逢秋季將至，係時候喺日本搜羅最新最潮嘅服飾。咁精彩嘅行程，每位只需4399蚊起。仲有唔夠2個月，又到咗1年1度嘅聖誕節啦！如果嫌香港嘅冬天唔夠凍，不如去北歐過翻個白色嘅聖誕啦！喺北歐過聖誕先至係真正嘅白色聖誕。北歐4國9天感動之旅，會帶大家探訪傳說中嘅聖誕老人，喺雪地上感受刺激嘅馴鹿拉車，再坐破冰船觀光，品嚐地道北歐美食，每位只需25,999蚊起。去旅行都係想放鬆一下，如果坐郵輪出公海曬太陽，大家有試過未呢？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設備豪華舒適，海洋神話號6日5夜中越探索之旅，暢遊中國三亞同越南峴港下龍灣，每位只需4,999蚊起。近年越嚟越多人中意參加自由行啦，短短地4、5日去美國度個假，話都冇咁易啊！喂，等埋我啊！去美國都一樣可以自由自在享受陽光與海灘。關島熱浪4至5天團，坐美國大陸航空假期直飛美國關島，大把水上活動等你慢慢玩，仲有機會睇到活潑可愛嘅海豚添。每位只需3,999蚊起。若果要了解更多旅行團、機票、酒店、自由行詳情同報名，可以打旅行團以及郵輪報名熱線82002299，自由行熱線39600333，又或者去到我哋各大分行查詢。